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23篇1到6节，诗篇23篇1到6节，和合本圣经在673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壶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以上。这时候，请本堂正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享受安息第2讲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带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，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。在这个夜中间，我们学习要如何享受安息的灵命操练，祈求神你帮助我们，因为安息本来就是神你给我们最大的应许，不管是在工作中，在修行中间，都是能够享受主你的安息，也是我们得救的目的。得救的方法之一，求神你来帮助我们。那我们在这灵命操练中间，能够真正的明白安息的意义是什么，以及如何能够靠神来得到安息。求主你的灵赏赐智慧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开启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在享受安息里面的第2讲。那我们知道，从上礼拜开始进入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提到说，我们本来可以得到安息，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也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这样讲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的一个应许。他知道我们人都常常有很大的重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这是我们在生活中间不是因为神给我们的，而是因为我们刚才在祷告中间，在我们的诗里祷告中有提到，我们有肉体的情欲，我们有眼目的情欲，跟今生的骄傲，身心灵上面的这些弱点呢，就受到黑暗势力的应用，我们就常常有很多重担在每个人身上。但是神给我们另外一个看法，他说：“你来到我这里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所以，是不是我们没有到神的面前呢？还是我们有其他的理由、其他的原因而造成？神给我们应许是要给我们得到安息，而安息的目的可以做什么呢？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说：“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”归回安息，归回就是 return， 你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。安息呢，就是我们讲的是同样一个字眼，叫做 rest， 就是很休息。到底休息，你只是肉体上的休息，还是身心灵的休息呢？当然，神里面所讲的永远都是全人的休息，就是身心灵的部分。得力是在乎安静，安静是 quietness， 就是很安静。安稳其实它的翻译呢，应该是讲是 trust， 就是信靠。你要得到的力量呢，是因为你有这种平静，而且有信靠，你就会得到力量。所以我们看到安息是在讲，是为了得救。你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安息吗？原来前面还有一个叫做归回。所以享受安息，其实我们一步一步讲下去，大家就越来越明白，安息不是我们想象中，我只要身体放轻松，我就能够得到安息。所以我们希望透过4个礼拜里面呢，来思考。那我们已经讲到上次礼拜讲到安息日第1好，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有几个学习到2点。第一点呢，我们的根源要安息的根源是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好。你要如何跟神的关系好呢？因为你知道你所相信的神是一个复活的神，是一个战胜死亡的神，所以你能够在他的复活中间来敬拜他、荣耀他。
因为他成为你的靠山，你就有这个安息的根源了。但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，要如何能够有表现呢？你应该表现出来会有喜乐、感恩跟享受生活，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喜乐、感恩要享受，而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好之后，你就能够有。所以我们这几个礼拜的操练，就是要去操练这一部分。只有知识上的知道没有用，事实上知道每个人都非常的清楚，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平安，都有喜乐，但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呢？因为我们只停在知识的了解里。当你的内心有不同的感受、不同的领受之后呢，你就会有不同的这种结果会出来。这是我们看到的部分。我们今天要用哪一个方面来看呢？我们要用诗篇23篇。诗篇23篇差不多是所有的信徒中间最喜爱的一篇诗篇，很多人都会背这个诗篇，而且有歌也在唱这个歌在。但是诗篇23篇你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吗？牧师们常常用诗篇23篇，在婚礼也讲，在丧礼也讲，然后呢，在探病的时候也用这个来鼓励他，开工的时候，甚至入错就是入新房屋的时候，生日入伍等等都可以讲，都可以用诗篇23篇来成为每一个人的帮助。那表示说，诗篇23篇呢，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它，来应用它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，诗篇23篇可以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。然后神他的名字如何能够跟我们结合在一起，神的作为，以及在我们基督徒的安息生活中间怎么去运用。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，神有很多个复合名，因为我们知道神，我们都称为耶和华，耶和华神。有人讲万军之耶和华等，这个是讲这是一个形容词而已。但是另外，他神有很多的复合名词，我不知道你曾经第一个想到是什么？大概有可能想到说耶和华以勒啊，耶和华什么尼西啊，耶和华沙龙啊等等这些，到底它有多少个复合名呢？原来它总共有6个复合名在。这6个复合名是代表着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出来呢？等一下我们就会做一个解释。但是代表的是当时候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名，这不是神自己找的名字，是每一个人我们信仰前辈他的呼应，他的回应，他感受到神跟他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，他就称了一个名字出来，来纪念神是这样的一个神。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是透过主耶稣当中保，然后来认识这个神。所以我们通常都是透过主耶稣，我们比较常是称呼的是主耶稣。但旧约中间，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的时候，都是人跟神之间，透过先知、透过祭司，或是人跟神之间直接的这种交流在，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感动，然后会把这个耶和华神呢用不同的名字来代表出来。它总共有6个，第一个我们大概比较熟的是耶和华以勒。后面这个英文名字这个有的人写的会不太一样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原文是从希伯来文来的。那希伯来文呢是发音的话呢，有时候会写这样，有时候会写不一样Jehovah Lilek 那这有人不用编译没有关系，甚至耶和华以勒这也是我们的翻译而已。但是要明白的是它的意义是什么？它意义是耶和华必有预备。这是经文是从创世纪22章14节来。也在那边记载一件事情是，神要亚伯拉罕将他的独子献给他。亚伯拉罕的独子要献给他的时候，他并不怀疑，就直接就带他的儿子到山上去，准备要杀他的。有一个声音从天上来告诉他，不要杀他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不为自己保留，连你的独子你都愿意赐给我。所以这时候亚伯拉罕举目一看，就看到谁？就看到有一只公山羊，它的脚被这个树丛缠住在附近的地方，他就抓了那公山羊来献祭了。所以他就说，耶和华神有预备，就耶和华以勒。这记载在创世纪22章的附近的地方，你可以去看看这个故事，告诉我们说，当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时候，神亲自为他预备的羔羊，显明神他是有预备的神。我现在在我们的生命中间，你常常会有这种感受到，亚伯拉罕就这样深深的感受，他要独子献给神，要他将独子献上，毫无怀疑他就准备献上，但神看见他的心了，说不用，
我另外为你准备了。耶和华以勒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是耶和华沙龙，就一个小龙。小龙的话，我们比较清楚，它是一个平安。我们见面在讲平安，其实他们在以色列，他们就讲小龙，就是代表这样，它平安的意思。这是代表一样，在士师记第6章24节的时候呢，这时候讲的是一个基甸的故事。基甸他原来是怕那时候的米甸人，他躲在一个仓里面呢，是在做别的事情，而这个事情不应该在房子里面，但是他竟躲在那边去做，显然他是非常害怕的。但是天使出现在跟他讲说，大能的勇士，哇，好像有点讽刺一样。但接下来神告诉他，我要重用你，要救以色列人从这个米甸中间人把他救出来。基甸不相信，他真的这是天使吗？这是神派来的吗？他说：“那你等一下好了，我去准备东西，要献祭在你的面前。”那个天使说：“好，我等你。”结果他去准备了肉啦，然后等一些东西拿过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天使叫他说：“把它摆在石头上。”然后他手一指，火降下来，将这些所有东西都烧掉了。然后天使也不见了。基甸说：“哇，完蛋了！我竟然面对了神的天使，那我要死了。”这是以前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，就是遇到神的话，当面遇见神呢，就会被处死掉，因为人是不洁的，如何能够遇见圣洁的神呢？但是耶和华有声音告诉他：“你必不致死亡，因为我要跟你同在，你有平安给你。”这时候基甸就建了一个坛，他称这个坛为怎样？耶和华夏龙，就是 Jehovah Shalom， 这是代表说他是一个平安的神，神要是平安。其实这两件事情已经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地方。一个是耶和华以勒，是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就称这件事情呢，原来从这事情他的领受到是神是一个有预备的神。而当基甸这事情是他建了一个坛之后，他称这个坛为耶和华夏龙。所以这是一个是事件，而一个是物品，不太一样的地方。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学到的耶和华夏龙。第三个呢，我们看这是齐根努，这个字因为很少我们没有在字典里面，在圣经里面找不到，但原文里面有这个字，就耶和华齐根努，这是翻译的啊 ，shikelu 的意思哈。那它代表是怎样？耶和华是我们的义。这记载在耶利米书23章第6节，那边告诉我们说，先知耶利米呢，他预言神要从大卫的子孙中间兴起的一个弥赛亚，他讲是这个是叫做公义的疫苗，就是有一个苗会开始在那边，它是一个公义的疫苗，然后就开始会长大，而且是这样，它是一个要称为王，而且是有智慧。然后他施行出来的是公平跟公义，他的名字要称为耶和华齐根努，他是我们的义。这是耶利米先知，他看到当时候的时代是充满了不公不义的时代，其实跟我们现在非常的相像。这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有神的领导我们中间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像耶利米看到这种情形，他就预言说，神要从大卫的子孙中间兴起的弥赛亚，这弥赛亚是一个公义的苗，他名字必称为齐根努，耶和华齐根努，他要实行公平跟公义。这是耶利米在当时候他的领受是这样。第四个呢，叫耶和华拉法。耶和华拉法意思是耶和华是医治者，出载在出埃及记第15章第26节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他们在旷野进行中间，他碰到很多的困难，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没有水。哇，看到有一个水在马拉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看到有水，很高兴，喝了水，结果是苦水，没有办法喝，他们就抱怨不知如何是好。耶和华神要摩西将一棵树，或有人是树，有人讲是木头，丢在那个水里面，那个水就变成甜水了。哇！他们经历了这样的神迹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们说：“如果你能够听从我的诫命的话，我必要医治你们，
不像那些埃及人受到的这些疾病，我要医治你们。埃及人所碰到这些事情不会临到你们身上。那时候称耶和华是医治者，就是耶和华拉法。他们在这件事情中间，他们体会到神就是他们的医治者。第5个名字呢，叫做耶和华尼西。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荆棘，就是我们得胜的这种旗子这样子哈。故事是记载在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记第17章。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到一个地方之后，亚玛力人来攻击他们，摩西就带着亚伦跟富尔到山上去，然后要耶稣亚带兵去打。然后他在山上的地方举起双手为他们祷告。当他双手举起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打胜了。当他放下来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就被打败了。怎么办呢？不能一直举着手啊。所以亚伦跟富尔呢就搬了一个石头，让摩西能够坐着，然后一个人在一边将他的手把它举起来，手就一直举起来了。然后以色列人就打胜了，就将亚玛力人整个消灭掉了。那时候他们宣告说，耶和华就是我的荆棘，就是我得胜的，叫做耶和华尼西。最后一个呢是叫耶和华沙玛 ，Jehovah Shammah， 这个东西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所在。耶和华的所在呢，这记载在以西结书的最后1章最后1节。我们现在正在看以西结哈，最后你就会看到前面是审判，后面是讲到耶和华的这种复兴哈。带来最后1节讲说，耶和华在以西结他的意象中看到新的耶路撒冷，而这个城呢是称为耶和华沙玛 ，Jehovah Shammah， 只是说耶和华的所在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这是总共有6个耶和华的复合名。这6个复合名是当初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耶稣来成为他们中保的时候，他们对神的领受是这样子。他耶和华神会为他们预备，耶和华神是世上是平安的，耶和华神也是一个义的神，带领他们走正确的道路。耶和华神是医治的神，耶和华神是让他们得胜，耶和华神常常跟他们同在，圣殿跟他们同在。其实这6个耶和华的复合名里面可以分成2大类。一个类是因为它是一个物件，刚才讲到基甸他设了一个坛，他称他这个坛子叫耶和华 Jehovah Shalom， 是一个平安跟他同在。而最后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的最后一个是以西结，他看到异象里面告诉他，这个是一个上帝的圣殿，是上帝同在，上帝的所在，所以这是一个物件。他称新的耶路撒冷是一个上帝的同在 ，Jehovah Shammah。这2个是呢属于物件来讲的，是一个坛跟一个耶和华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城。而其他几个呢，都是产生一个事情之后，他们的领受，包括这个跟亚玛力人打战的时候，所以他们称这个Jehovah尼西，就是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我们的荆棘。或者是在其他，包括还有他们在马拉里面，从苦水变成甜水的时候，他知道神是一个医治者，让他们所欠缺的能够帮助他们，或是有义的路要出来，甚至有包括上帝的这准备，耶和华以勒一样。那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些对神之间的这领受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一定跟我们有关系，因为那个神就是我们的神啊，一样的神，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有耶稣当中保之后，我们从耶稣里面去领受到而已。那今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领受中，从诗篇第23篇来看看。诗篇23篇有新的解释，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。第一个解释呢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是不是代表着我们跟神之间是这样？耶和华神是我的满足啊，然后他跟他的代名，这个跟复合名词讲，就是耶和华以勒啊。因为怎样？因为他有预备，所以我当然必不致缺乏。所以从这一句里面呢，你可以感受到我的神也是耶和华以勒，他必有准备，所以我才不致缺乏。第2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边告诉我们是这样，他供应我们了。如何能够供应我们呢？因为他是 Jehovah Shalom， 他是平安的。
因为他既然有平安，他当然能够领我们到青草地上，让我们躺卧在那里，领我在可安歇的这个水边。这是第2节所告诉我们，是耶和华夏隆，他是带来平安的，所以可以让我躺卧在青草，可以安歇在水边。第3节呢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民引导我走义的路，要走正确的道路。这样，原来他是耶和华是我的道路，也是耶和华的旗跟弩。耶和华旗跟弩，因为他是我的义，他是我的弥赛亚，他知道我要如何走前面的道路，他让我的灵魂苏醒，然后为自己的民能够引导我走义的路。第4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边告诉我们是，他是我们的安慰，因为他安慰了我们。如何能够安慰我们呢？因为他是拉法，也就是一个医治者。耶和华拉法，他是一个医治者，所以他当然能够安慰我们嘛。这一句话其实是很多人的帮助。当我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，不怕遭害，因为神跟我同在，他的杖、他的竿都安慰了我。第5节里面呢，告诉我们说，在敌人的面前呢，他为我摆设宴席，他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这边告诉我们是怎样？告诉我们是一个得胜的，因为在敌人的面前，他为我摆设宴席，表示我已经得胜了。这乃是一个耶和华尼西，就是我们的荆棘。耶和华是我们的荆棘，所以他当然可以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能够满溢。第6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这边告诉我们是上帝的居所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，耶和华是我的居所，我可以在他里面，我可以跟他同在。告诉我们是小玛，耶和华小玛，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新的耶路撒冷乃是圣殿，这个是耶和华的同在。有神的同在呢，我们当然可以更盼望能够住在他其中。或者是摩西他在诗篇第27篇第4节，刚刚这个诗篇23篇是大卫所做的诗篇。在摩西里面，他有讲一件事，有一件事情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祈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面来求问。我们看到目前呢，都是信仰前辈以色列人，他们这个民族跟神之间的这种互动，他们的领受，所以他们对神有不同的名词出来，代表他们的领受。而这个领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在我们的享受安息中间，到底要做什么？这个东西是这个神的关系，是在我们平常中间就会有的，但是在我们的安息生活也应该会有啊。要如何能够产生关系呢？这是第4个我们要去看到的部分。最后，我们要能够来妥善来牧养安息的生活。刚才这几个词句，耶和华的复合名，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，以及耶和华他的作为是怎样，我们到底能够在生活安息中间能够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如何能够根据诗篇23篇，能够合神心意的安息生活呢？以下几个是我们的参考而已，你们回去可以自己思考是这样。第一个，我必不致缺乏，就是耶和华以勒，它代表的是耶和华会预备，但是用到我们身上是怎样？你应该可以更满足，你可以更丰盛才对。如何在你的休闲安息生活，你能够更丰盛呢？我给你举了几个。第一个，你是不是要好好的来储存、储备，然后预算你的休闲生活费用呢？你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预备之后，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圣地之旅呢？你可以是不是去关心有需要的亲友呢？我们教会从2005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每隔5年我们去走一次有关跟圣经中间有关的这种旅游。我们不会去走普通的这种旅游，普通旅游我们大家都自己会揪团会去参加，别人去参加。但是单到一个跟圣经有关系的地方去，就很少人会走这样的事。但是你可以知道那有多丰盛的神。
当你去走到圣地去居住会，你在看圣经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，我们到耶路撒冷，在迦南地的地方去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圣地之旅，那是叫做耶稣的脚踪之旅。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，你曾经跟他一起走过吗？当然，那个地方很多都已经改过，那已经是接近2000年前。但是他有一段路，他告诉我们，这段路是我们没有破坏过的路。那条路原来是在最后的晚餐结束之后，耶稣要去克西马尼园走的那个台阶的地方，它原来就是原来的石头地方，还可以看到有些脚印在，都没有经过修整过。其他的这些建筑差不多都已经重新修过了。你走在那上面，你有不同的感受到。2005年我们走耶稣的脚踪，2010年的时候，我们到土耳其去，那是保罗的宣教之旅。2015年就是2年后，我们准备要去走改革中的路线。加尔文，他如何在那边，在瑞士、在法国这个地方，他们有怎样子的这种改革中的教导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会不会走到苏格兰去，因为苏格兰是属于这个马雅各那边派来的，从苏格兰来，或是 John Knox， 就是长老会的创始者的那个地方，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去那个地方。但是我们要走这条路线。我们知道有没有？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到国外去旅游过。那你曾经去好好的去计划过，你的走里面有没有跟圣经有关系呢？我还记得我们2010年的时候，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，刚好我们是在过年的时候去，所以有很多人呢，也是我们还碰到在桃园的市场的那欧巴桑哈，就是菜贩子哈，他们说我们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我们才有这时间来。我每次到土耳其呢，我说你们去哪里？然后那个宫崎岛地，我说他说你们去哪？我们去看一些石头啦，是什么样的？就是这些，然后就跟他讲这故事，讲你得靠艺术的，你们比较有意义的。我们去看那个，就更不知道在看什么，只是因为刚好这段时间有空，所以我们就出来走一走而已。但是你们这是可以去享受、领受到跟你们的信仰有关系的。也是没有错啊。启示录的7个教会，没有一间教会存在了，你看到都是一些废墟。但是你在那边重新去温习到启示录所讲的，你可以那种，你会燃起你那种想要去传福音的这种。为什么福音是从土耳其来的？从保罗到土耳其去传，设了很多的教会，然后再跨过爱琴海到欧洲去。现在土耳其的基督徒不到0.1%，福音是这样传过来的哦。那为何现在这边在这个地方没有剩下0.1% 的基督徒，都是回教徒？你会那种很痛心的感觉，你更激起你应该要有这种。这是在你的修行当中，你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子更有意义的这种旅游呢？你是不是有那些关心有需要的？你到哪边去的时候，是不是只有自己去玩的，还是你去探访那些有需要的这些亲友呢？让他们也觉得我必不致缺乏。躺卧在青草中可安歇的水边，代表的是这样，是有平安，是 Jehovah Shalom， 是一个平安。平安的话，你可不可以将你的平安跟别人一起来分享呢？或是自己在很多个活动中间，在修行中间，就能够这样子非常自在、没有烦恼来享受的这种平安呢？不管你是在旅游、露营、泡汤、看电影、看电视等等都可以，甚至现在很多流行的桌游、家庭的游戏中间来学习到如何彼此帮助，有更亲密的感觉。休闲可以让你修行活动经过好好的设计安排的时候，你也可以享受到那个平安，可以跟家里人、跟别人一起来分享。第3个是灵魂苏醒，能够走义的路，就是耶和华其根奴，代表是我们要走正确的道路。如何能够走正确的道路呢？其实是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。你觉得那些飙车是有意义的吗？当然就不是啊。我们就会去开始会想到说，我们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，去中间去感受到神在带领我走正确的道路，是在我休闲的时候。我们今天就集中在休闲的时候，要让你得到安息。你如何能够从这中间去想，
你自己回去可以去多想一些更多的神要带领我做的意思，透过怎样的方式可以去做到呢？或是一些这些有意义的运动，有利于你的身心之间，在中间还可以彼此有很好的分享。第四，不怕遭害，他同在都有安慰，这是耶和华拉法。耶和华是一个医治者，他能够安慰我，这个适应的幽谷也不怕遭害。有这个神的同在，如何呢？当你建立跟神有正确关系之后，你再回到人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就会深深的领受到，不是因为我会讲话，不是因为我可以这样安慰人，因为我跟神有正确关系，神安慰了，所以我能够去安慰别人，安慰有需要安慰的人。我们常常讲说，人的关系有4个关系，一个是人跟神的关系，一个是人跟别人的关系，一个是人跟自己的关系，还有人跟万物的关系。在这边所看的都是这样。你如果能够去建立呢，在平常休闲时就可以，你建立跟神的正确关系，你就可以去关心的别人。你自己也能够透过参加音乐会、听看展呢，上面或是默想呢，这跟你建立的关系，跟别人建立的关系，甚至你都会跟大地来建立关系。第5个是敌人面前摆设宴席，福杯满溢，这是耶和华尼西，是一个耶和华是我们的荆棘，也就是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如果能够呢，你有没有抵抗在这些我们整个社会中间的一些不当的娱乐，还有这些诱惑在呢？甚至你应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，他们能不能这样？那你去逛街，是不是只有这 window shopping 而已？就是没有经济买，你能够抵抗这个诱惑吗？也当然不能说不买东西啦，但是不当买的我们就不用去买。你能够享受这样子吗？逛街应该是很享受的，但是有时候好像变成是一种负担一样。如何能够有这样子的领受呢？有这种过得胜的生活呢？最后一个是住在耶和华的圣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shammah，是圣殿。这个地方就是上帝的所在，是圣殿。那哪边是上帝的所在呢？只有在教会圣殿吗？不，在家里你都可以。你如果能够让你的家里面成为是上帝的同在呢？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工合作，对家里面来整理？不是只有，是不是只有妈妈在整理而已？不是，大家一起同工。家里有需要的东西，需要能够修缮，我们可以 DIY 啊。我们可以享受自己个人内室的这个灵修，也就是营造一种气氛，不是一定要一个固定的地方，而是整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进入到内室的祷告。甚至你有没有关心到教会很多硬体上面的需要？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所在。上帝的所在不是只有在圣殿，上帝的所在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2楼、3楼这样而已。上帝的所在是无所不在的。在你的家里面，在你所到的地方，你所关心的地方，通通是。我们有去关心到这样啊？这不是在你上班的时候，就是在你平常的时候、修行的时候能够去达到。所以诗篇23篇不再是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，那是诗人写的。但是在你的生活中间，在你日常工作中也可以，在你的修行中间更可以。因为耶和华他的复合名字就这样子告诉我们。他是一个预备的神，他也是一个赏赐平安的神，他也是一个我们的教我们走正确的道路的神，他也是我们的医治者，他也是我们得胜的神，他也是我们所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就是耶和华神一起同在的地方。盼望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这句在诗篇23篇一开头就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下面等等都在证明他就是我的牧者，你能够感受到吗？诗人讲了一大堆，就是在证明这个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感受到吗？我们今天所学习的，乃是让我们希望从我们的修行的生活中间能够去感受到，就能够享受安息。基督徒我们应该分别为圣，过圣洁的生活，但是我们仍然要活在世界中。我们是入世的宗教，入世的信仰，不是出世。我们喜爱各地到你深山里面去修心养性，没有，你是在人群中间。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做这样，
属灵的怪人，我们反而要过圣洁、更快乐、更自然的一个基督徒的休闲生活、安息生活。我们不要只有停在我们的想法，我们要采取行动。我们要避免忙碌的这种陷阱跟罪恶。我们常常会用我们太忙了，我事情很多，然后就忘了在神的面前的安息。常常用这个当理由，其实这是个不对的事情，因为你觉得你要靠你自己，你为什么没有来靠神呢？而且不守安息也是得罪神的事情。神从创造宇宙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他第7日都安息了，何况是我们？我们愿神能够赐福我们，带领我们能够过一个这样合神心意的休闲安息跟生活。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太一样，我们大家要做功课，我们大家都要去学习，如何能够在神要给我们的安息里面，我们能够真正能够过安息呢？不是只有别人告诉我们是这样，而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，所以盼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领受。在这礼拜呢，我们也有这个小组这边提了几个问题，可以让我们去想想看，你到底要如何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个休闲中间的安息活动，或者你现在的休闲安息活动是真的合神心意吗？我们同心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们，在我们进入到灵命操练的第2讲，是享受要享受安息中间，我们回到那个根源，因为耶和华神，你就是我们的牧者。旧约中间，他们的信仰前面以色列人，他们领受到的神，乃是一个是真正活在他们每个人生命中间的一个神，不是只有一个名词而已。所以他们可以创造出这么多一个复合名词，就是他们的领受。耶和华神也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也要有同样这领受，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甚至在我们休闲上的安息的时候，都能够去领受。求神灵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要寻求在我们的休闲安闲生活中间，能够更跟神来连接在一起。耶和华神也是我的牧者的时候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能够来享受安息。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，这时候我们要使徒信经来当作我们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愿圣灵感应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马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